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伫昨暗 F-16战机失踪了后，到今一直拢找无，其他日也派出直升机、军舰加强救援。中天新闻台换这条无通过 NCC 认定讲是内部管控失去功能，违规记录严重，甚至新闻制作受到大股东影响。12月初一施行秋冬防疫专案，要求入境爱体检证明无挂水暗压罚钱，另外50至64岁恢复注流感疫苗。伫咧17暗时 ，F-16战机执行任务，起飞2分钟后，却失踪伫花莲外海。国防部随派人去搜救，今日花莲的外海是风平浪静。国军也出动拢总13座直升机、24架军舰投入搜救工作，到暗头为止，拢还未找到飞行官甲战机。执行 F-16失联案搜救任务。海巡人员早起就到花莲外海加入搜救任务，因为 F-16驾驶蒋正志上校，即阵意外下落不明。海军派遣马公军舰、新港军舰等分别到七星潭、三站区、入雾区外海进行搜救，一直伫海上驶来驶去，找飞机残骸。另外，花莲县秀林乡传出河中海域，敢若有漂流物。包含空中侦巡、海巡、岸巡单位，拢赶往河中河林海域来扩大搜查。而国军也出动乌鹰搜救飞机，甲海巡单位合作，经过将近1天的海空搜救，到即阵为止，依然无找到蒋正志甲飞机残骸。依照气象那个海流平稳海象状况，会进行瞭望，进行绵密的搜索。有哪方给流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季节的海流都还蛮强的。蒋正志上校驾驶的编号667D F-16单座战机，17暗时6点05分对花莲基地起飞，进行训练。起飞2分钟了后，伫花莲机场东北面8里雷达光点消息。乌鹰直升机伫暗时6点25分出动搜救，18早起搁再出动搜救。另外，国防部长严德发18到花莲探视上校的家后甲家属，强调国军袂放弃任何希望。另外，严德发也到空军第5联队督导搜救进度，指示相关单位成立灰案调查小组，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要求空军 F-16战机全面进行检查。所有的力量动员，所有的搜救的所有的手段，要把它找回来。国防部表示 ，F-16失去联络时，关度大约6000尺以上，驾驶蒋正志上校是65年次，空军官校正期88年班，即阵是第5联队第26作战队长，飞行总时速2230小时，驾驶 F-16有1815点钟，是战术专精的教官。国防部讲，即阵出动13架空中直升机运输机，24架军舰。海巡署表示，有59天气依然稳定，国军后续也动员兵力继续投入搜救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昨暗发生 F-16战机起飞了后却失踪的问题，总统蔡英文早起表示讲，空军已经把所有 F-16战机暂时停飞，也进行检查。总统也要求着爱查明真相，也着爱负责个检讨。另外，国防部表示 ，F-16战机伫检查这段期间，先由建国号战机来代替战备任务。空军花莲基地一架 F-16战机。16夜航训练起飞了后失去联络，目前还搁伫咧搜救当中。总统蔡英文17表示，这位飞官蒋正志是国军真重要的人才，要求所有的单位袂当放弃任何的机会，要彻底调查这件代志发生的原因。空军已经将 F-16全面停飞进行检查，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哦，那该负责的就负责，那该检讨的就检讨。蔡英文嘛要求国防部、国防战备袂当放任，嘛拜托所有的民众，予国军上大的支持甲力量。国防部嘛表示 ，F-16战机全面停飞，进行天安1号的特检。这个期间由建国号的战机接替战备任务并无问题。因若外界质疑讲，敢是因为最近中国军机真接者乱台湾？互相关的人员基于压力超磅，才会出代志。国防部嘛，请外界卖乌白药来影响军心。我们不会做任何的预测或公布可能的原因。那花莲基地昨天的这个事情也是例行性的训练，夜航训练，这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执行的。所以说跟这所谓的西南海空域是毫无关联。
这届失去联络的 F-16战机是1992年甲美国买，伫台湾使用超过20年。英国伫台湾已经有7架 F-16失事的记录，为1998年开始，也若1999年拢总有3架下落来，造成2个飞官不幸过往，1个人失踪。2013年，飞官吴彦廷伫飞行机下落来时阵跳伞互救起来。2018年6月份，伊所伫执行任务的时阵，弄到伞内殉职。经过2年外，即马阁有 F-16战机出代志。针对代志发生的原因，国防部表示，调查报告伫完成进程未乌白推测。另外，飞官执行任务进程一定会按规定困有到8点钟，未来嘛甲这部分纳入去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天新闻台执照第14月19期 ，NCC 在今仔日进行换执照审查，会期当中7名委员全部认定无要互中天新闻台换执照，主要原因是内部管控机制失去功能，而且违反的记录也真严重，甚至还有大股东蔡衍明介入新闻制作。7位委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NCC 审查中天新闻换照案件，最终7名委员决议不爱换照。主委陈耀雄亲身说明理由，并且回应媒体提问。违法记录非常的严重哈，104年到106年这个3年之间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违规记录。107年以后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违规记录就逐渐累积。NCC 指出，中天新闻在6年执照期间，前3年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不过后来这2年半时间，违规大大增加到25摆，妨害1153万。而且中天新闻民众申诉案件在105年、108年数量拢真悬，占整体申诉案件3成以上。除这以外，要大股东蔡衍明直接介入这部纪律。他们的大股东蔡衍明先生呢，直接间接的介入中天新闻台直播的事实。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内部沟通、内部的谈话。这个也是告诉所有财团要买媒体，在经营过程里面，你还是得去尊重这个新闻专业自主，要必须跟新闻呢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而媒体提问是不是言论的杀手，陈耀雄表示反对这种讲法，认为拢有依照行政听诉法进行，听诉会经考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官司也已经做好准备。抗议我们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刽子手。中天一直在说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个是对于所有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侮辱。只有一种言论这种说法呢，基本上它是停留在党国时代。台湾在民主化、数位化以后，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中天新闻台执照会在12月19期，除了行政官司以外，劳工的工作权也可能受影响。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即阵也无收到公司申请大量实体劳工计划书，也提醒若是要资遣员工，必须要符合相关规定。而中天综合台是以付款许可执照来换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天新闻台换执照无通过，因下晡就发出声明，认为讲这是台湾自改检30多年来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上界黑暗的一天。因也强调讲，为着员工的权益，一定会提出法律救助的听诉，要拼到底。不过，就民间团体认为讲 ，NCC 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强调讲新闻自由唔是摕来互中天新闻台制作假新闻。NCC 驳回中天新闻台申请，无要互因换照。中天电视台下晡发新闻稿，用 NCC 已经达成政治任务做标题，批评今仔日是台湾改检30多年来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上界黑暗的一天，而且指出所有人拢知影蔡英文政府甲中天新闻关起来，是要叫因掂去，强调讲这是政治裁定，宣告台湾已经长的时代来临。因那国民党立院党团嘛伫下晡开记者会，认定这个处分是宣告政府行登去集权时代。1118，我们看到了是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果然，一个新闻台就被关台了，也宣告台湾的政府走回了过去集钱集权的时代。中天甲国民党团拢认定这件代志照剧本咧行 ，NCC 根本就毋是独立机关。不过，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对 NCC 是表示肯定，认为 NCC 正做独立的机构，做出正确的判断。嘛强调讲，中天新闻台去互裁罚甲警告23届，罚款超过1000万，内控失灵，而且存在违规。新闻自由无代表媒体会当无顾虑报道的品质，完全无受到规范。
甚至有些假新闻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会认为这不是真正新闻自由。如果没有做事实查证的话，这也会带来让民众有一些负面的，甚至引起更多的民众的情绪，或者是对国家可能产生更大的伤害。总统府回应媒体讲，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这个换照由独立机关 NCC 依法审查，所有的电视频道拢同款，而且无一个例外。针对审查的结果，总统府表示尊重，行政院嘛讲尊重独立机关以伊的专业甲依法所做的决议。不过，中天电视台坚持这是违法的处分，为了新闻自由甲全体员工的工作权，一定会提出法律救济程序战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继续来关心到咱的疫情，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拢无收煞。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12月初一开始要实行秋冬防疫专案，相关的规划是，若准备坐飞机进前，要入境进前就要提供前3天武汉肺炎体检阴性报告。另外，8大类的室内场所也要爱强制挂水暗，若唔听可抗者，上当通好罚到15000块。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2名境外移入病例，案例607是30多岁印尼籍女性移工，在月12来台湾工作，集中检疫期间出现脑痛、规身躯酸痛无讲，后来因为发烧、流鼻水才讲，安排采检了后才确诊。案例608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长期住伫美国。在月11回国，入境时无症状，不过特殊检疫期间出现筋膜酸痛这症状，安排就医采检了后才知影确诊。那有相关的接触者哈，我们也就在疫调哈，那把它有些列为隔离的对象。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咱国境外移入个案也增加进行。指挥中心宣布，对12月初开始启动秋冬防疫专案。其中边境检疫做法要求对12月初一到明年2月28，所有入境也是转机的旅客，无论是本国籍也是外国籍，拢必须要检附登机前3天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若是拒绝提供的，会罚1万到15万块罚款。缴交阴性证明最主要是担忧，在一段时间如果有大量的病例的时候，那会把我们的医疗的量能会有所承担不住，所以不得已才订定这样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另外，考虑秋冬时期除了新冠肺炎，也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所以要求8大类的高风险场所必须强制挂水暗，包含病院、诊所、护理之家、托婴中心等，高铁代替捷运、客运、公车、客运车、海空运航班甲航站这大众运输，生活消费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展览场、零售商店等，图书馆、社区大学、科书中心等，电影院、集会场、体育馆、活动中心、美术馆、室内娱乐园等。休闲娱乐包含歌厅、舞厅、酒吧、酒店、KTV、健身中心等；宗教祭祀包含寺庙、教堂、灵堂等；接触公务的包含银行、邮局、各级政府机关及服务场所。若是无挂水暗，经过考劝不爱听的，会罚3000到15000块的罚款。由最近一直传出印尼籍移工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指挥中心也宣布，对11月20开始，印尼籍移工入境，包含产业移工甲社福移工，拢要该做集中检疫，而且暂停4间印尼外国人力中介公司中介移工来台工作。那也可能因为他们规模比较小，所以相关的一些管理上面就比较容易没有办法那么的上轨道。好，所以针对这样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我们就停止他们那几家的训练场所要进来。指挥中心强调，为了防范国内医疗体系在秋冬季节同时面临新冠肺炎甲流感疫情相残负担，已经将通报采检列做重要防疫策略，所以鼓励医疗院所对无出国旅游史，不过可能是疑似个案，扩大通报采检，降低社区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咧进前有宣布讲，50岁到64岁民众暂停注公费的流感疫苗，正式改做对12月初一开始就会当继续实行咯。进前是避免50岁到64岁民众会去影响到其他高风险族群，才会先来宣布暂时先莫去注流感疫苗，因为高风险族群已经注到差不多啊，今日宣布讲对12月初一开始会当恢复正常。伫咧进前，交通部有实行安心旅游补助，在今日搁再宣布5大方案，其中有一项就是旧历过年的孝亲专案。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讲，只要大放率比旧年同一时间减少3成店家，拢会当来加入。究竟是倒几个县市通好互民众去参加呢？后礼拜就会公布啊。
们是入住2个晚上，那这是预定的大名。对。住伫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巷仔3星级商务旅馆，强调互住入的旅客，若是住伫舒适，也有幸福感，加上交通便利，疫情爆发前一帮人求。今麦房价拍7-5折，生意犹原惨淡。就算是前13晚有安心旅游补助，住房率上好，也大约只有3成。今年落价的大房率其实就是北部旅宿业的现况。电力交通部宣布，各用5大补助方案其中，春节校庆专案原本锁定800支套着无关市旅宿，也毋过因为受到其他关市业者的抗议，政策大转变。在安心旅游期间，相对来讲，去年来比这个业绩少一定的比例的才会作为适用的区域。交通部推春节校庆专案初步规划，预定明年2月7日到13推出，补助对象限定55岁以上，每磅补助1500，持张身份证会当补助3摆，算落来等于会当得到3暗大数补助4500。适用的饭店条件甲去年同期比，营收衰退3成才适用。另外，倒一寡县市适用，可能改做全台适用，预计1礼拜内公布正式的方案。那你也要考虑到一般人的习俗问题嘛，就比方说长辈他会有拜拜啊。全省的话，等于是跟上次一样，大家就往中南部。交通部表示，春节校庆专案原定目标其实是为了要疏解南返车流，并且协助，就算是经过安心旅游补助，饭店大用率犹原是严重衰退区域。也毋过中南部民众认为，艺术良善，也毋过欠考虑民众实际状况。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坐火车，因为他们觉得上厕所很麻烦。你要是间饭店6、7千块、6000块，咱免哪去？观光局表示，春节校庆专案属于第26港方案，预算大约是2亿，所以符合标准饭店有上限。观光局会做评估，专案还未定案，执行细节当由观光局研究中。林家良也答应，未将安心旅游预算提早用完，地需提前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欠水问题，对10月开始，嘉义台南地区水情灯号也转做黄灯，进入到明时减少水压的措施。台南市政府也要求各机关要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也呼吁民众做回来省水。今日台南市有名的观光景点河路广场内底送水池已经打起，10月起，台南地区水情灯号转为黄灯，进入暗时减压用水。为了配合控限，台南市府决定自10月起，暂时将送水池关起来，也毋过园区游玩开放。我也希望赶快下来，因为现在各地都有开始有缺水的那个窘境了。其实有水的话，一定会更多小朋友他们会一起来玩。可是如果现在是因为水情就是缺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也只能这样子。信期进入尾声，台湾要建立大水期，也毋过水情无好。根据以往的经验，降雨量只占大约1成，所以中央旱灾应变小组会决议，10月起，除了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地区游玩维持减压降水的黄灯，个性增加嘉义、台南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进入枯水期以后，枯水期的降雨量大概只占全年降雨的10%到20%左右而已，我们要把它做最有效的利用。另外，针对外界所关心明年以及调作甘的降水，水利署也表示，将在这个月2五开会讨论。我们把这些水拿来做农业灌溉，常常连完成这个稻作的这个农业灌溉也不够。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能去赌说我们的枯水期竟然会降下比以往平均的雨量更多的雨量，特别是在连风水期降雨就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进前风台并无为水库集水区带来明显降雨，大水期了后，面对的恐慌更加严重。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暂定11月2日起再度召开会议，到时阵可能将讨论决定明年以及调作监视休警。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上届大件的区大征收案件桃园航空城，提交发布土地征收公告。虽然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再强调会提出上好的配套来互民众，不过也是有居民反弹，而且也讲做要去到市政府抗议，要甲田园土地讨倒转来。还我一个家，还我一个家。大声喊口号，要甲家园讨倒转来。居民认为讲政府违法失职。用真价计上的征收因的土地，无要以基础正义。这居民防逼爱配合政府的建设，
换来煞是负责爱重建家园，因按算22要招航空城的订收户2000人去通市政府头前抗议。无厝好大，拢会烦恼哦，一间换无一间好大哦，政府安无公平啦。像我们家的透天是建平60坪，它的补偿金额只有400多万。那居然在这个以屋换屋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负债，我们还要成为新一波的弱势。全台湾上大的区大订收案件航空城，经过10年的讨论甲规划，11月初9发布土地订收的公告，上定进入实际开发的阶段。桃园市长郑文灿虽然一直强调讲，已经推出犹太安置的配套，不过也是引起在地居民的反弹，因为补偿的计效无法度互有新的住所。简单来说，如果钢筋混凝土造的一坪合法的是9.8万的话，那么在非合法的部分呢，可以提高到8万8到9万块钱之间。针对这点，市府回应讲，会考虑合法甲非合法建物的补偿。订收户的居民若换所在家己起厝，除了土地补偿，还有中建的补偿，连非合法的建物嘛拢会当摕到合法建物计效的9成，差不多1平9万。也若要安置主体的人，若是土地甲建物总补偿费无够通好买上细间房型的安置主体，计效差额的部分嘛会拍8折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都客运的司机去甲机关申请，讲因一直拢有过劳上班的问题，而且公司拢无遵照着劳基法的规定，轮班拢无通休困11点钟以上。高雄市劳工局表示，不管安怎，拢爱遵照劳基法的规定，也会加强稽查。客运慢慢开入总站，上班尖峰时段过了后，司机总算会当休困一下。也毋过高雄市机关接到港岛客运司机申请，表示公司多年来拢有过劳公车班表问题。前是常有发生，后来就是被劳工局开罚，他没有经过劳资协商，甚至也没有经过工会的讨论。有没有进行相关的专案的检查？为什么会让这样子司机过劳的情形一再发生在高雄市呢？港岛客运高雄市持股挖一半，到今年领交通部予公车业者的补助款挖240,000万。也毋过根据高雄市劳工局统计，自103年开始，却是当年违反劳基法，总件数达到11班，比其他同业较悬。就烦恼司机过劳会影响乘客安全。要11个小时，那个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跟劳工局也谈过，他说你没有办法拉开11个小时，你最少也要8个小时以上这样子。罚则是2万到100万，我们会针对他的那个违法的次数、违法的情节，再考量要不要加重。港岛客运解释，因为公司夜间尖峰时段出勤率达到90%以上，加长工也有早起尖峰时段。因为劳基法定出轮班计11点钟以上的休困时间真偏特成，应该以特殊行业制定规范。也毋过劳工局强调会加强稽查并且开发，对业者违规的部分会影响到当年交通部予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甲国防部长开除了后，17个在 Twitter 顶头宣布讲，要甲国土安全局的网络甲基础安全局的局长洗头路，认为讲伊对总统大选的安全性声明无够准确。另外一方面，已经当选的拜登任命一定高级该站的幕僚，内面也爆发着黑手血统甲女性。美国总统川普伊个经由推特开除官员，即摆互伊洗头路的是美国最高网络安全官员科瑞布斯。川普不断指出，科瑞布斯对即摆大选安全性发表声明真无准确，选举明明出现大量不当甲诈欺行为，所以解除科瑞布斯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甲基础设施安全局长一职马上生效。不过，这项做法外界无意外，因为路透社早在几天前就引用消息人士报道，讲科瑞布斯因为经营谣言控制网站，破解选举的错误谣言，甚至帮助澄清民主党人士做票，引发白宫不满。而科瑞布斯早就有期家己也被开除。川普选后一直经由面册甲推特发文指控选举造票，因讲每一届拢被加注警语，甚至温藏。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7举行听证会，检讨社群平台审查并且压制新闻报道，以及处理2020大选手法。For any system to work, I believe there needs to be a transparent process that people feel they can trust. And this will be difficult, especially since our country is so divided.
But I believe it's the only wa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or the long term. 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是第17任命竞选总干事，迪伦是白宫副幕僚長。长期甲拜登關係密切的顧問唐尼倫甲瑞契提分別擔任總統高階顧問甲諮詢顧問。捌做過黑人國會議員連線主席的李奇蒙是被任命為高階顧問甲白宮公眾參與辦公室主任。這也表示伊必須扛住路易斯安那州的國會席次。記者綜合報道。澳洲總理莫里森在今日去到日本，而且甲日本首相菅義偉進行會談，雙方要簽訂軍事協議，目的就是要限制中國在東海、南海勢力變大。另外，美國甲印度的海上聯合軍演也進入到第2階段的第2天。澳洲總理莫里森18到日本，直接去首相官邸見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議一開始，菅義偉就強調莫里森是伊當選日本首相了後頭一個打電話恭喜伊的國家領袖，嘛是頭一個在伊做首相的時陣訪問日本的領袖。雙方閣簽訂日澳軍事協議，相互准入協定，要限制中國擴大喺東海、南海的海權。そして日豪両国が有意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のために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So today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came even stronger. In particular because today we have taken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Japan and Australia reaching in principle agreement on a landmark defence treaty, 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這協議允准兩國嘅軍隊互相訪問，促進兩國喺互相國土進行訓練及聯合軍演。喺經過6年嘅協商了後，正式簽訂，所來有關愛雙方嘅國會議員來批准。同這時陣，兩國美國加印度軍隊嘅海上聯合軍演巴拿馬2020嘅第2階段演習，嘛進入第2天。這個軍演主要是印度嘅航空母艦超日王號航空母艦加美國嘅迷你之號，各加入日澳嘅軍艦合作編隊演習，可看作是區域國家抗衡中國措施嘅一部分。印度總理莫迪這次喺競爭國家實行峰會批評，包括聯合國安理會這國際組織應該要進行改革。यूएन के अतिरिक्त कई अन्य अंतर्राष्ट्रीय संस्थाएं भी वर्तमान वास्तविकताओं के अनुसार काम नहीं कर रहे हैं। WTO, IMF, WHO जैसे इंस्टीट्यूशंस में भी सुधार होना चाहिए। 莫迪認為，在國際組織有關保持75年前嘅想法甲運作方式，所以要改進。這嘛是莫迪喺進行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嘅實行會議內底，當面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必須要尊重互相嘅主權甲領土完整了後，閣一擺喺習近平嘅面頭前批評國際組織。公司新聞，但是同編譯。中國在疫情過後開始對公民記者宋仲孝抬價架構，有一位因過是律師的公民記者張典2月中去到武漢報道當地疫情，個月煞去互抓起來，檢方認為講伊是咧亂傳假消息，也建議法院就要判刑4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號，我是張展。YouTube 的影片上尾一個更新停佇5月13，中國公民記者張典2月中為上海去疫情的重災區烏北武漢，而且用自媒體的形式報道當地疫情甲患者等等的情形，所以去互中國政府點名做記號。5月中佇武漢去互抓去，毋但是張典，包括陳秋實、彭斌，也閣有李德華等等佇武漢報道疫情等等的公民記者，正常嘛小連續失蹤，尾手證實攏去互抓去。我希望方斌不要面臨一些壓力，強迫他認錯。張典9月底去向移送上海市浦東新區的法院審理，最近會面臨到刑期。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張典被指控去武漢了後，透過微信、Twitter 等等的平台，用文字甲影片等等的方式，發布大量假信息，超工散布武漢市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行為真惡質，會以身份自訴罪追究伊的刑事責任。檢方建議判4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關注他們，為他們再說一點點話，可能這個對於當局者而言，他們根本就不在乎。根據報道，張典被抓走了後，絕食表達抗議。中國海外民間組織引導中國的理事王劍虹發起要求幫人的聯署簽名活動，目前已經有約1000人參與。
因若张展是陕西人，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毕业，而且摕到硕士的学位。英国嘛捌做律师，进前因为伫网络顶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所去互报复，所以无法度正常做律师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是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朱凯迪、陈志全、柯志芳这3个人，进前是互用着违反着立法会相关规定做理由，甲抓起来。结果这个3个人透早的时阵，又搁再互抓起来咯。这回理由是今年立法会马三读国歌会期间，这3个人伫会期当中破垃圾物啊。到尾今仔下晡经过保释，暗算伫19下晡就开庭审理。許智峰議員，你馬上離開會議廳。5月2日，香港立法會進行國歌法議題辯論，建制派甲泛民派議員繼續攻防。喺當中嘅泛民派議員柯志芳向向提出一堆暖氣真臭嘅食物衝過主席台。説中咗咧，佢哋係走狗漢奸賣國賊。亂七八糟嘅場面6月7日佫一解出現。喺當中泛民派議員朱凱迪、陳志全手提抗議標語，而且潑有臭味液體，想要來阻止國歌法三讀嘅定數，致使會議暫停。就話你嘅行為咧，令到立法會嘅會議咧。11月18早起，這3個前立法會議員分別透過人面冊表示，香港警察伫透早6點外來抓人，指出就是甲伫立法會潑有臭味液體有關係，目前攏送去警署調查。香港對去年發生反送中事件到今年嘅港版國安法開始，爭議嘅事件不斷，甚至是引起一波移民潮。啊，若是台灣嘛是選項之一。干那看這2年1月份到10月份，香港申請移民來台灣嘅人數就關出1萬人。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港版國安法的實施的影響，政府駐香港辦事處受理港人文書驗證的案件確實大幅的增加。不少香港民眾預約的時間已經安排到明年之後了，確實也可以反映出港人移居台灣的熱潮。劉議會指出，申請文書驗證的香港民眾確實有提升，啊，若是去用核准居留的人，今年1月份到9月份已經有5500人，甲去年全年的數量是相同，嘛比過去所有年度的總數佫較懸。對比105年甲今年，申請來台灣的投資移民甲專業移民嘛出現真大的增加。有移民公司指出，其中有真濟教授、會計師甲非政治產業部的公務員，除了呢以外，佫會當以2000等等的名義來申請，啊，毋過申請居留攏需要審查的時間。今年也佫需要考慮到疫情，敢是會去延長申請的時間，所以也該繼續觀察明年的數據。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法國有一位極限運動跳傘運動員，叫做 Vincent Rayford， 17日訓練的過程當中卻雄雄過身。這個消息一出來，伊的支持者也攏真唔甘。排着噴射裝備搭配改良過的背飾。法國極限跳傘運動員雷菲特就像漫威電影《鋼鐵人》內的英雄人物佇飛天頂。今年2月才挑戰全球上懸摩天輪杜拜之眼，官方釋出畫面，讓人看了真懊惱。原本也打算繼續極限挑戰的雷菲特，即馬卻傳出佇一場沙漠訓練不幸身亡。I can fly like a bird, you know, kind of. It's like I can fly like an airplane, but I'm outside of the airplane. 對意外細節並無加講，雷菲特所屬的公司只在面冊證實死的消息，並且打出一張黑白相片，肯定雷菲特是一位有才華的運動員，受愛戴甲尊敬，也寫願所有的思念攏甲伊同齊。36歲雷菲特爸母也是跳傘運動員，對極限運動真正愛過去，捌挑戰甲上大客機阿聯酋航空的18項同齊杯，也保持一項上懸跳傘世界紀錄。為杜拜的哈利法塔跳落去，種種事蹟攏互人真懊惱。只是愛表演高速空中着機的雷菲特，即馬就無法度閣看到伊佇空中的身影咯。目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民航局表示，已經接手調查這個事件。記者綜合報道。海巡署東沙指揮部按算12月20到27這2天，要進行第4季的飛彈射擊。海委會主委李仲偉表示，這屆飛彈射擊是半年一擺計劃性訓練，也強調講面對着中國擾亂台灣的國土，絕無退讓的可能。台海關係緊張，除了中國軍機真正擾亂台灣以外，中國解放軍最近嘛正在舉行軍事演練，甚至也有威脅要攻打東沙島的傳言。互立委18早起審查海委會明年預算的時陣，嘛真關心海巡署10月20到27，佇東沙這片的對海實彈操演。依照年度的訓練計劃，
每半年会实施一次火炮的射击。陆战队现在也有进驻在那边做移地的训练哦，我想大概都是为了因应这些事情。海委会强调讲，只要是咱的国土，一寸都别退让，嘛有决心要守护东沙岛。海巡署进前嘛叫海军多工男做范本，按算打造12架双船体巡防舰，目前已经完成2架，包括4月份已经落水测试的安平号。船顶嘛有配中科院研发的定海火箭弹。立委嘛希望这军事设备会当优先配给予高风险的区域。我们这里可以优先配备到我们东沙、岛等几个高风险区。请委员相信，不管是国防部也好，海巡署也好，他们都有决心要把这个岛守护了。那要有决心守护这个岛，那当然要给他足够的人员跟装备。海委会表示，针对中国对台海可能造成的威胁，海巡署一直拢有掌握相关的信息。面对中国最近这么侪动作，国军最近嘛有一直咧操演，除了演练、保养、甲整理军事设备以外，嘛是爱以防万一中国有进一步的动作，会当随时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有讲到，若准备加入 RCEP， 恐怕爱受到中国一国两制限制。前总统马英九也伫 Facebook 顶头批评，认为王美花言论充满着意识形态。王美花也回应讲，只是实话实讲，甲台湾的国际困境、甲政治困难讲出来而已。前总统马英九面册破文，批评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加入 RCEP 需要遵守一国两制这款的讲法，充满意识形态，互人烦恼。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到立法院备询时回应，经济部即马只是重点，台湾无法度加入 RCEP 的困难点，更较重要就是政府要积极去协助产业渡过难关。意识形态讲的是想法，只是点出我们会碰到的困难点跟问题所在。对我们政府来说就是努力去做各式各样的产业的这个合作，让我们的产业更强大。王美花强调，纾困4点控有计到明年2月初1用完为止，甚至不排除推出纾困5点控的滚动式的检讨。另外，国内受到 RCEP 冲击产业，22A 道都会甲包括钢铁、石化、车辆、纺织、甲塑胶等产业代表讲话意见。冲击到现在才要给研发费用，那是缓不济急。因为讲补助或补贴，在 WTO 上面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会从这个 WTO 许可的这个范围，去给业界做相关的一个协助啦。立委质疑，经济部长讲 RCEP 对产业冲击无大，应该审慎评估。另外，无法度加入 RCEP， 就像部长讲的换一条路行，该加入 CPTPP， 台湾都有机会加入吗？恐惊是不简单。第一期产业合作，长期锁定其他国际经贸组织，也是甲美国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要开放美国的鸦片入来，不过有机会刷发起网络连署，爱民众做伙来反对。无到1个月时间，就超过11万人连署，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动点才对。短短也无到1个月时间，就有超过11万人伫网络参加连署，反对有来去多半的猪肉甲牛肉进口。因为政府宣布，到明年1月初开始会开放内地来牛进口，引起消费者的惊吓。虽然政府强调讲会做好鸦片的产地标示，不过消基会批评讲，就连虽然国家队上个月的标示拢会出问题，无法度保证鸦片的标示袂做手，而且客载人力无够，根本就是甲食安责任转予消费者。如果说连口罩这么显而易见可以用标章、可以用那个钢印来辨识的这个产品都没有办法完全把关的话，那这个从肉眼外观上看不出来是不是含有来剂的这个猪肉，一旦进入了台湾以后，我们怎么判断？消基会表示，成功进口内地来牛，除了有可能会危害到台湾人的健康，嘛有可能会伤害国内加工食品的国际形象。因为食品加工业只有可能会使用到内地来牛的原料，万不会去予后面等等的先进国家业出来做，转来去用专笔退货，敢毋是会予食品产业国家队规个乌有去。针对这样的一个联署，我们当然尊重。重要的还是回到消基会或者是主妇联盟，他们所期待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怎么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小机会呼吁政府爱暂停，重新启动甲美方的谈判，敢若进口无来自美猪美牛，而且要求政府爱赶紧推动食品履历制度的立法，建立完整食品履历甲溯源的制度，若袂发起消费者拒绝食内猪内牛，卖派人参加22个反内猪内牛的秋斗游行，行上街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大学生直接发生自我伤害案件，究竟要安怎来帮助学生才有效果呢？亲像台湾师范大学因着设一个导师制度，全校有35位专门关怀学生的导师，每一位负责一个科系，学生的特点拢会去注意，若准有发生大问题，才由学校来介入。记着唐江的家帮学生甲专职导师讲心事，伫大师大只要是上课日，有几啊块桌啊袂空伤久。我自己是蛮喜欢找类似辅导老师这样子的人，但目前是还没有去过。可是经过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跟专责导师讲话。学生有烦恼的时阵，想要甲人讲话，就过来。对学生来讲，无像去心湖中心爱等真久。另外，若有紧急状态，专职导师办公室也阁有24点钟轮值。喂，专职老师办公室，您好。大师代表示，2年前首创专职导师制，目前35位满编，分别有心理咨询、辅导甲教育专长，其中7位是教官专职。熟悉校安事务，并将1位老师负责大学部一个系主动融入系上活动，也会去访视伫外口细处的学生。他跟学生就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好，那学生就很愿意。分享他的心情，或是分享他的一些状况。那其他同学有看到这样的状况，也会很快的反映到专责导师这边来。若发现有关怀学生转到省府也是就医，由几个机制来介入。校务处表示，2年过来帮助袂少学生。敢若去年初级辅导都有9万多人次，专职导师也减轻一般导师的负担。那我们很多的老师，他因为升等啊、教学啊、研究，其实说真的是真的比较忙，所以他要去照顾到一个班的学生50-60个人，然后要花时间是很辛苦。校务处讲，专职辅导是一年1400万经费，真大一部分是为导师费刷一半过来。这几年，东海中关等校也有类似的制度，做法淡薄无同，也毋过拢是希望伫上早发现问题，并且辅导，可以袂变作危机，还是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家己沿海乌鱼子当咧收成，不过渔民也烦恼讲天气若准反热，乌鱼子会熟过头，佮再加上疫情影响到餐厅生意，也开始烦恼讲今年乌鱼子的绩效恐惊无遐水。甲乌鱼尾稳啊拍起来，要来了解乌鱼子目前的状况。家己县沿海勇士乌鱼子这阵啊当咧收成，但是这几天天气佫开始变热，渔民烦恼乌鱼子的过熟，是够影响到乌鱼子的绩效。连续3天哦，3天南风就拢去了啦，拢过了啊。只要放乌鱼的吼，拢足烦恼这个天气的啊，因为这个天气的是会使讲是吼乌鱼子的杀手啊。去年的时阵吼，800几块啊，今年600几块啊。迄就差百外块啊！乌鱼子是办桌冷盘的主菜，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餐厅订都变少，嘛影响到乌鱼子的需求。为了惊天气影响到收成，渔民嘛摕家己的乌鱼来试，看什么时阵才是会当砍的时机。这几天有这个南风天下来，温度上升，然后试纸的就很多，蛮多人来试纸，会早一点处理这样。家己县乌鱼养殖面积有400多公顷，一年产量有645吨，占全国32.5%。但是疫情影响到需求，即摆又搁是收成的时机，渔民希望相关单位通斗3工。我们会有一个加油好市集的一个市集，那我们全国10大乌鱼子的业者啊，也会到那边去摆摊，来启动我们嘉义乌鱼子季的开始。渔民表示，乌鱼子离透北风势开始大，拄着反热会互季过熟，唔但影响到大细，嘛影响到口感。有听天气讲拜6礼拜反寒，会搁来等看卖。如果乌鱼子真正无够好，只好搁等1年，时到才来拍摄。记者梁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台北市加油，逐档差不多拢有500多人。大校对10年前开始，市政府甲一寡里长配合，提供予加油一寡摒公园扫街路的工课，予因有工作机会，挺好趁钱，协助因早一日登去本地社会。当你台北中校公园内课本衰热先生，进前包有一段伫街头四界流浪的经验。
我之前就是在流浪啊，日子真的很难过。现在就是扫公园而已啊。不过有正常安尼有薪水，会使家己顾家己嘛。对，微薄的薪水可以付租金，够付租金，然后3餐也吃得饱这样子。无厝通住的日子点滴伫心头，后来是靠着市府社会局的帮赞，来到中正区的县市里来做线工。伊则渐渐脱离着家有的生活，中国转来到这个社会市场的运作。他们现在社会局有这个政策嘛，说可以到社区来来帮忙那就是一天做4个小时有500块是看我们里长愿不愿意。那我听到这个当然很愿意啊，因为我们里内有一些绿地嘛。里长安排简单的工课，和亲像赖先生这款生活有困难的人，通领到一份薪水。社会局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甲中正区、艋舺区内里长来配合，提供50个月至60个月，也是身心障碍等等。但是有劳动意愿的家友伫遮做事，会选伫这2位。主要是因为统计，这的家友占超过8成。那台北市大概在12月底，每次夜访大概都是500多位街友。那500多位街友里面，大概有85%会集中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我们万华区。那目前我们每一年大概可以协助100位街友脱离街头，来独立生活，但是也会新增100个街友左右，所以它是有移动性的。家友来来去去，不过根据着社会局的方式调查，台北市的家友要游玩，阁有500多人。这个数字，这几冬大概拢维持着平衡。希望会使透过着更较侪工课，和更较侪家友通转来到原地社会来过日。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台南今仔日有一场真特殊的慢跑比赛，全部拢是明德家家的受用者。那准摕到分组的前5名，还阁当提早1个月报加息哦。记得跑回来啊！好，预备。等甲场地开始进前是真心息，提醒大家都要会记得走倒转来，因为18早起。伫咧台南明德外役加角这场路跑，参赛者全部拢是受用人。明德因为土地面积有260公顷，所以每一年拢会办路跑。外一间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我们刚好都是户外，而且我们这个工作的道路也是很环境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从106年开始就开始办一个环山的一个路跑的活动。比赛分做青年甲壮年2组，而且每一组的前5名会当提早1个月报加息，吸引100亿的受用人来参加比赛。不过，因为8月中，明德捌发生受刑人倒脚的风波，嘛互人烦恼讲，敢会有人趁这个活动逃走出去？也那家家这边是强调讲，迄个逃走的是个案。这个都是在我们机关的范围里面，管理人员在旁都有在旁边的。一个路线只有一个单独一个环山的路线，这样回来，我们沿途岔路点都有一个人员跟医疗人员随护在后面。毋那受用人袂少人来参加比赛，顶校长杜崇典嘛亲身参加壮年组的比赛，摕到第7名。杜崇典强调讲，比赛真正的目的，毋是为着要奖励，是受用人对自我表现甲要求的实践，透过比赛来检讨家己，甲提升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逐年拢有举办国际雏鹰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0年啊。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外国选手无法度来，国内英雄好汉也是有真侪人来比赛。另外，今年又增加一组专门予50岁以上民众报名参加。第10届台湾国际冲鹰公开赛伫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情况，18游玩照常伫台东县东海岸的金樽海峡开赛。金樽海峡是国内外选手认定的上好冲鹰点之一，非常适合冲鹰运动。也毋过，即摆国外选手无法度来比赛，颠倒互更加侪国内选手有参赛机会。拢总有200多名国内的职业加业余选手报名参赛。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可惜是没有办法在现场看到国外的选手的英姿，不过我相信之后还是绝对会有机会的。虽然国外都没有办，但是我们还是跟 WSL 有合作的关系。那赛制是仿照他们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赛事让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有这样的参与赛事的机会。官府表示，今年游玩以国际比赛规格举办冲鹰赛，希望提升国内选手的参赛意志。另外，为要扩大推广冲鹰运动，今年特别增加50岁以上的高龄的黄金反骨组项目，有8位选手报名。今天的金樽的浪有难度，但是就是你有技巧的话是勉强 OK。
官府强调，冲泳运动是台东县推广水上运动指标性的比赛，也毋过今年伫比赛会场的金钟港区特别开发风帆船甲绿色杯奖的水上运动体验，希望未来也会当成为台东举办的水上运动比赛项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联雅国际街头艺术节伫这礼拜六特别开始咯。全国头一个大型艺术壁画社区画舞卖卖村有创作127幅的壁画，也互40年的老社区增加新的活力。这张高空机油漆工人照图油漆100个大型艺术壁画，社区40几年的厝变甲敢若新厝，也有当地感觉规拢变少年起来。也为这礼拜六2月，今年度的高雄联雅国际街头艺术节掀开序幕。要克服高度，然后还有颜色的比例啊，物件的比例都放大了。他本来是眼睛是睁大的，那我们心想这样子，觉得有点那个，所以我们想说叫他用合眼的方式，最起码看起来就比较温和一点。艺术节今年已经进入第5年，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甲台湾这25个国家，总共55名的艺术家，分别创作127面的壁画，一条彩绘大图，也佫有主题的项啊。尽管创作受到疫情影响，国外艺术家无都来台湾做画，也特别来协助设计草图，结果交由台湾团队创作。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因为可以带动就这边社区的那个发展。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大型壁画创作，用颜色去翻转这个老旧社区。除了以往历史静态模式电视壁画，今年头一摆推出夜间的灯光表演，以水族箱大型壁画为底图，用听色设计投射灯光表演，互民众敢若感觉到画伫水底飘叮当，互规个壁画动起来。区长讲了后，各国艺术家伊愿来接受来彩画，打造台湾具特色的户外美术馆。记者综合报道。由文策院所举办的创意内容大会，利用科技的新技术结合台湾原创内容，将各种影片的情景全部变到民众的目睭前。用 VR 装置体验原始比例天桥顶的魔术师剧中的场景。创意内容大会的未来内容展示区，拢总16件作品，规划4个展区，有大脑视野、机体延伸、意识探索空间以及 XR 体验。展览规划者黄伟伦表示，虽然展区加入侪科技运用，毋过袂感觉有距离，颠倒会当伫遮找到心内温暖。这一次我们针对用5G 的力量，然后去让台湾的森林的一个森林剧场，它能够原始重现在这次的展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5G，然后跟光合作用、跟树叶都可以一起发展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亮点是，这一次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台湾第一次用大地艺术家跟科技以及 VR 跟 XR， 他们其实这种混合体的状态，然后在整个土地里面做对话。利用5G 网络播送新人优故伫目沙老庄山剧场的画面，运用科技打破空间的限制。那虽然它不是像其他的展览有 VR 体验的，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360度的优人神谷他们在场上的他们的训练，而且这个训练是即时传输过来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有真人，就是直接在现场示范。那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非常的特别。再来看另外一个展区，台湾Hype，因为疫情取消伫全球上大展会西南偏南艺术节的展出，展都有机会伫台湾头摆公开。展览透过传统民俗、科技加数位创意结合，呈现台湾的丰富不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5大展区，然后它其实不管从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然后还有就是永续环保这一块，然后还有我们的新创产业。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底层是台湾的产业，但我们放进了像是互动艺术啊、工业设计啊、建筑不同的文化面向，然后希望能从我觉得各个角度去让大家看到台湾真正的一个美好跟新的可能性。台湾Hype展区号召30组团队交流合作，重新呈现传统产业的能量，打开研发加创意的各种可能。2020创意内容大会伫今仔日正式开幕，主办单位文策院表示，唔但要互国人看到台湾内容产业的丰富，更加要杀去国际市场，互世界看到台湾无限的创意能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2度，
中部地区对21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8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节目最后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赶的时间，咱再会。